再来看有高血油的民众是袂少哦。卫生福利部提醒民众，有诶食降血油药的民众，千万着毋通定定食红卡、燕麦，阁有葡萄油哦。这对一般人来讲哦，阁算是健康的食物，也毋过对高血油用药的族群哦，等到会有副作用。 食头路人，有人上班坐规工，加上上班压力真大，真侪人下班就想要食一顿青草的来享受一下，生活形态会改变，食美食，啊，阁无运动，年岁刷咧增加。有医生表示讲，现代人血油高，胆固醇超过标准，有少年化的趋势。 所以年轻族群其实特别不要尝试平时的自己年轻其实在抽烟、还有胆固醇、还有现在的生活环境之下其实都会有心血管疾病不一定要等到很老了才会有。 根据统计，台湾平均每4个人就有1个人有高血油的病症。卫福部提醒民众，若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就爱食降血油的药啊来控制。不过要安怎食，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亲像市面上只看到迄4种降血油的药啊，拢会有头痛、闭结、胃痛等等的副作用。有人会透过健康的食物，亲像红卡、燕麦来改善药的副作用。食药师嘛建议要食进前爱先问过医生。 那葡萄柚因为它会抑制整个斯达丁类药品的代谢，进而呢，它会提升这个斯达丁类药品在血中的浓度，也就可能会增加它产生副作用的一个风险。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去做反应，然后跟你的医生来咨询，是不是可以使用红曲这一类的食品。这边如果是燕麦的部分的话，就建议区隔分开来吃。 心血管病症一定先做个人的第2大死因。医生表示，若要预防慢性病发生，就要健康食食，配上规律的运动。也若当咧食降血油药啊治疗的民众，医生嘛交代，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家己停药啊，爱长期治疗对身体较有帮助。记者陈阿选、张俊佑台北报道。